接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针对中国渗透台湾、接受官兵国安高层会议头一届，甲中国定做是境外敌对势力。另外，总统赖清德也宣布要恢复军审。家己有后生、甲身体有问题妈妈保正悬的意外险制造假车婚礼理赔，保险公司报案检封信后，甲后生等人声压。行政院提出复议案，拢何在也立为否决，民进党也准备要宣讲。另外，影视界导演去影片要配合着罢免人数的时程来放送。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针对这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也有统战呢，总统府在今日紧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针对这反并吞有讲到5大威胁，提出着17项的对策要来应对，而且呢是头一届把这中国定做是境外敌对势力。总统赖清德强调，政府有必要去查咱的公务人员敢有中国身份证，而且这中国人士来到台湾交流，也爱做这风险管理，严格限制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来到台湾。总统府13搁再紧急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时间点就伫中国反分裂国家法满20周年前，强调爱因应中国无停的统战渗透，除了爱加强咱方反并吞共识。罗总统搁头一届定论，中国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台湾从来都不会是身高情势的那一方，这样的中国，已是我国反渗透法所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我们没有选择，必须采取更积极的作为。中央对台文公务学国安高层会议列出目前5大国安甲统战威胁，佮提出因应策略，包括中国对咱国主权的威胁、对国军的渗透甲间谍活动，以及以两方交流对台湾社会统战渗透，以融合发展吸引大商大清，甚至扰乱国人对国家的认同。罗总统特别点出，军公教人员对国家有忠诚义务，中信政府对因清查是毋是有中国护照、身份证还是居住证，绝对有必要。严防并遏制中国借融合发展为名，进一步采取试图扭曲我国人对国家认同的统战操作。我也有听到不少公务人员的反应，认为这是提供机会给他们对这块土地表达他们的爱心。针对个人去中国的风险愈来愈悬，总统府特别要求公职人员为行政官员到民意代表去中国交流资讯爱公开透明，并指示内政部建立宗教团体等公益组织去中国交流的公开制度，同时严格限制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士来台湾，做好风险管理。中国人士来台之审查及许可，应以进行正常两岸交流以及对等尊严的官方互动为范围。应严格限制具有统战背景的中国人士来台，以及禁止中国人士来台进行具统战性质之活动。针对最近有台湾艺人转发中国台湾省的大文表示立场，罗总统嘛叫因爱珍惜这块百姓用因的土地，也甲即马的民主自由，同时也呼吁全民共同警觉中国的渗透，除了爱提高媒体的识图能力，唔通传播中国官方的统战资讯，也希望民众即时公布各种协力统战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咱知影讲，这民主自由唔是对天顶落落来，而且这言论自由唔是互你摕来黑白讲的。这中国配偶做梦前，伊就翕影片传到网络顶头，讲这中国呢爱用武力来统一台湾去互检举，移民署甲伊废止移亲居留许可，也若甲伊赶出境的部分呢，成为这个梦前呢有含台湾人生囝，会搁再评估过再来做处理。中国配偶网称伫台湾家己翕网络影片发表武统的言论，内政部移民署认定违反两法条例和相关规定，废止伊在台移亲的居留许可。针对后壁出境的规划，移民署指出讲，因为这个中国配偶和个人有亲生囝儿，会综合斟酌做出适当的处理。他的配偶本来就是国人哦，那也共同育有亲生子女啊，所以有关他后续就是说出境的部分哦，我们目前正在审酌他的整个家庭团聚还有子女权益的这些因素综合考量，才去做后续的一个适当的处置。宣扬武力统一台湾这个部分，这个就是不允许。那至于他什么时候会回去哈，应该是他收到
移民署的处分书之后，中国配偶网前的发言是打着统战的红线，移民署提出动法，会依规定废止伊在台移亲居留许可，而且5年未当阁申请移亲居留。即马嘛传出，因为即种状况互检举的，阁有中国配偶温琪含小美，头前即个已经去移民署访谈，后壁即个是收到通知函。目前北京进前讲，都是向移民署来检举的，嘛互中国各台湾点名，骂甲袂听进。我只能说啊，我终于又进一步的迈向台独惩罚名单了，心心念念啊，被敌人点名可谓是光宗耀祖啊。中国唔那使用统战的手段嘛，持续对台湾文攻武吓。中国的公务船延兵2号12是越界弄入来咱国的限制水域，想要投放探测仪起来做水下的探测，海巡署随派船赶去现场公布驱离。延平2号，这也是金门海区，这也是金门海域没有办法让你们做科学研究。海巡署强调讲，中国的科研船入来咱方限制水域，要做水下的探测，无单纯是科学研究的目的，无排除有战略意图。海巡舰艇会严密监控中国公务船的动态，来确保咱国的海洋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正碗内西碗外，敢若去年呢，牵涉间谍案去互起诉的有68%是现役含退役军人，也因为这中共一直想办法要去收咱的官兵，总统赖清德就宣布讲要恢复军心，或者军法登到前线。国防部表示讲，因会重新来打造这军心制度，军心案件限定这军人这部上的犯罪为主，那一般案件就交予司法机关办理。恢复军事审判制度。让军法官回到第一线，与检调司法机关共同协力，处理现役军人涉犯叛乱、立敌、泄密、废除职务、抗命等军事犯罪之刑事案件。因应中共一直渗透统战，赖总统宣布要恢复军心，因为去年牵涉到强谍案，互人起诉的现役甲退役军人分别是15人甲200人，拢总占强谍案的比例达到66%。国防部嘛表示，会重新打造军事审判制度。过往我们的军事审判确实大家都会有一些的诟病，今天我们要重新开机军事审判制度，在平时能够重新运作。不论它的独立性、它的客观。国防部提出5项修法规划，包含军心案件限伫军人职务犯罪为主，像讲违反效忠国家职责罪章。按过来是一般犯罪案件，也是由司法机关办理。制定军事法院甲军事检察署召集法，制定军法官人事条例、军事审判法全面强制辩护，废除该机关法令。也就是我们现任的国防部长顾立雄讲的，我们绝对不允许金发复辟。现在是赖清德总统狠狠打脸了我们的国防部长。这个议题是可以讨论，现在恢复军事法庭就没有军中人权的问题了吗？那么请问一下，赖清德总统认为我们要进入战时的状态了吗？触犯了通匪，触犯了叛乱，触犯了卖国，这种陆海空军刑法最为严格限缩的国安相关的犯罪形态，应当可以理性来探讨这个问题。2013年，洪仲丘案军检因为无公开调查进度，洪仲丘案军检因为无公开调查进度，民间要求改革军事审判法，立法院加开临时会，明定现役军人伫非战时犯罪，精审天数无适用军审法，该由普通检察署法院处理，和军审法有干那无。2014年，国级军检署军事法院嘛裁撤，即马罗总统化工研究恢复军审，洪仲丘的姐姐洪志勇回应，当年修法是为了停止维权时期军审留落来缺失，不过即马若是要重开，一定要做好配套。卖情报这些问题，或是背叛我们国家，需要这个时候把全部都把它恢复，这个是值得大家来关注的问题啦。因为军法官工作性质的改变，进前军事最高检察署内部的军事法庭早就变约束式，拘留式嘛变作酷棒。国防部表示，目前有军法官资格差不多100人，不过敢若伫演习的时阵会议定开设战时军事法庭，若是要恢复军审，会听顺司法机关专家学者的意见，最好适当的规划，嘛会甲社会好好沟通，争取支持。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今仔日呢，这全台湾的邮局伫中昼时阵，无论是柜台或者是 ATM， 拢是无法度领钱的，甚至有民众去 ATM 领6班，已经去互扣钱啊。不过去机台拢无吐钱出来，是伫咧现场等免2点钟才解决的。中华邮政表示，公司因为这主机连线故障，一直到下晡2点15分才处理好势。那种互扣钱无摕到现金的民众是唔免烦恼。中华邮政也讲，今仔日呢就会补返去你的扣子。早起11點34分，全台郵政系統發生大動機，臨櫃也是 ATM 攏無法度運作。台北市內湖區就有民眾到 ATM 領錢，機票無出來，只等到一張交郵兵刷單。我就從11點22等到剛剛才能夠，他先幫我的錢先預存回去，我才能夠暫時領出來。他的錢要到明天才能夠沖銷，看看有沒有多這個6萬塊。民眾提出交郵兵刷單，表明寫領的金額6萬，不過支付金額煞無出現。免刷單也表示已經過時，請查證存的錢確真交易，都驚引起無必要的誤會。王先生也第2擺提領現金12000塊，結果也是去拄到故障。我有特別請他們的志工人在旁邊，我說大姐，你看，這不是我說謊，給我的一張紙說我領了12000，但實際上來講並沒有領出來任何錢。郵局當機迄當時，唔拿 ATM 螢幕顯示唔通插卡，就連路加緊破壞機器甲領號碼的機台，也打抓條提醒民眾無法度作業。有人要夾批，也因為主機連線異常無法度夾。電腦宕機呀。那大概什麼時候才會修好？他說大概1個鐘頭，先去辦我的事情，待會再來。郵局發聲明表示，早起11點34分，因為主機連線異常，使得營業窗口甲 ATM 系統服務無穩，一到2點15分，全國網絡連線恢復正常。經過統計 ，ATM 影響252戶跨行提款行終端，目前已經處理100多戶。另外，郵局本行用戶有1,000筆，會盡量趕在今仔日回廠給客戶，別影響人家權益。內部骨幹的網絡出問題，那內部骨幹就是說，從我中華郵政公司的主機一直連到各地的郵局、臨櫃座位跟我們 ATM 座位都會受到影響，沒有完全啟動，所以有的部分有起來，有的部分沒起來。中華郵政表示，過去唔捌發生網絡無穩的情況，答應未個發生，會個做完整評估考量，調整相關備案機制，也會找出原因，避免個發生網絡無穩的情況。公司新聞採訪報道。嘉義有一個姓劉的查甫人，去年賽車載因媽媽煞來發生車禍，造成坐佇咧副駕駛座的媽媽死亡，這保險理賠1300萬。不過保險公司發現講，這個查甫人暗看媽媽的身體狀況，替伊投保這理賠正懸的意外險，就向警方來報案。這檢警也甲伊，個伊的太太小弟帶回去問話，認為因有串通口徑，向法院申請羈押。停佇車架內轎車慢慢已經落去，這台經過弄橋汽車造成嘉義一名60歲婦人死亡，也牽涉查甫離婚。你就賭來賭吧，對啊，也都不跟人家打招呼，所以我們都不知道。這樣子。甲厝邊真少來往的姓劉查甫人，去年5月賽車載母親到東石鄉，經過這個豐信道路的時，家己講互背照干擾，加比破向車窗造成視線不良，車弄到邊來邊，無甲安全帶，副駕駛座的母親因為安全機規故障，相當死亡。保險公司懷疑查甫人親像早就知影安全機規故障，也隱瞞母親領有殘障手冊等問題，替死者投保真懸的意外險壽險，受益人攏是姓劉查甫人，決定向警方檢。制造假車禍的這個人呢，他有意圖讓車上的乘客死亡的話，那這個就是一個殺人罪。那制造假車禍的人呢，他另外是構成了刑法上的詐欺取財罪。姓劉查甫人事後得到1300萬理賠。檢警調查，伊親像問過保險從業人員，自動事故敢會通賠，也佇理賠方拒絕的時，請保險業的朋友協助申請，對方也得到100萬的賠償。檢警將姓劉查甫人伊的家後小弟等5個人帶回偵訊，核實了後，因為姓劉查甫人有串證的顧慮，洪成亞其他4個人撤回。公司新聞採訪報道。台北縣議這遠東百貨 A13寶林地石去年3月發生食物中毒案件，害6個人死亡。這台北地檢署今年1月依照過失致死等罪嫌，甲負責人等5個人起訴。台北地檢署呢拜二開會決議，會依照着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補償每一位死者的家屬780萬。
去年2023月，台北信义湾碧 A13美食街宝林地设发生食物中毒案，造成6人死亡。台北地检署10日开会决议，依照犯罪被害人权益保障法，补偿6人家属各180万，拢总1080万，嘛创下国内头一个10案事件犯罪被害补偿金额。案件一发生初期，我们犯保协会已经主动的联系家属，提供保护服务。那后续呢，我们也会依法来持续关心家属的需要。检方调查发现，宝林 A13店当时租约伫要到期，生意无好。去年3月16至20期间，姓周的总铺、姓吴的代办总铺、姓王的店长等人，甲已经拆封无拆封的柜仔直接放伫厨房倒骹的篮内，而且篮仔真挖进地面甲水沟啊，贪煮食方便。另外，监视器嘛显示，下班前冲洗涂骹，垃圾水就为篮边的水沟啊排出去，佮加下班了后空调关起来。热搁湿，拢有利访客劣酸毒菌的成长环境。冷藏要在这个7度 C 以下，再者就是在生熟食一定要分开。那上面可能刀具附着了微生物，那你又去切了熟食的食材，然后供民众使用的时候，就有可能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健康的发生。食安专家建议，餐饮业者应该坚持食材先入先出的原则，佮遵守食品良好卫生规范准则 （GHP）， 才当确保食品的安全。检方嘛表示，宝林地设伫今年1月到终结，依照食安法，过失致死等罪嫌起诉4例负责人，并对伊求处4年以上的徒刑。姓吴的代办总铺是求处4年2个月以上的徒刑。记者综合报道。今日今早起要出门的时阵，雨势落真大阵，受到这方面影响，中部地区今仔中昼开始也落大雨啊。民众赛车经过着中华便道去，或者连落来石头结掉。若讲到这国道1号上方呢，有货车因为落雨出一个冰车，甚至有台中的警察车这嫌烦要转去的时阵呢，无设立去弄着雨篮。讲到这大雨也影响到台中机场4个航班，气象署也要提醒这中北部的民众出门要注意落大雨，还有单位讲。救护人员斟酌检查伤势，紧急替伊包空喙。受伤的民众驶轿车伫驾驶座搁掉一粒大石头。13中昼，受伤的民众赛车经过中兴便道12公里处，后落来石头撼到规手拢是火。公路段后续为了顾及用路人安全，随即关闭我们下午傍晚4点半班次的一个车队，以及明天早上7点的一个车队。那公路段在明天早上天气允许的状况之下，进行并铺安全的巡检，确认安全无虞后再进行开放。中部地区伫13中昼小连线路强降雨，也是雷公雨。若是中兴便道国道1号监控画面，看到一台货柜车下晡3点外经过往北的194公里处的时阵，技术路雨路伤久起冰车，造成彰化段大塞车。台中的东西分局是有警察车，中昼对桃园嫌烦倒来的时阵，德国1道南145 K 32路段，因为落雨出启动后难。同车员警左小腿擦伤，嫌犯下巴与车内塑胶隔板碰撞，导致轻微擦伤。员警立即通知救护车借护至部立丰原医院检查治疗完毕，目前已解送本分局归案处理中。落大雨造成交通事故，嘛，互台中机场中昼本地阁暂停地面作业，影响到航班4架次。看到电子看板顶悬要坐班机，显示讲因为天气阴雾，后被赶去金门转坐小三通的旅客是真无奈。因为我们小三通是5点，那个船是5点半，刚好下点大雷雨。那个小姐怎么跟你说的？她是说叫我们稍等一下。受到方面的影响，中北部开会出现低温时的强降雨，气象署下晡是持续针对云林以北、南投嘉义山区发布大雨特报，提醒民众要出去都要注意雷击和透风。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这台中新光三越起爆案，这2岁澳门查某囡仔顶个月因为重伤脑死，登去澳门治疗，不过状况一直无稳定。澳门政府透早表示讲，这个查某囡仔伫3月初7已经过身啦。讲到这个爆炸案件的到达已经超过1个月啊，议员是认为讲拢无交代到这调查进度，要求成立调查小组，赶紧对外说明。新光三越台中中港店起爆案件拄满1个月，13半暝传出不幸消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电官方网站宣布，起爆事件内面着伤的2岁澳门查某囡仔，初7伫咧病院别死。互这件事故死亡人数来到5个人。新光三越针对这件代志表示遗憾，也向家属来致以慰问。不过代志发生到达超过30天了，市政府和检方也是无法度理清代志原因。事情总是要追根究底啊，对啊，你总是要把事情的原因、发生的原因、成因，然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都要厘清那个责任。
台中市政府12日议会进行新工商法案专案报告，机关批评根据着火灾调查鉴定作业要领规定，火灾了后15天就要提出着火调报告，必要时会当延长到30天。不过，这专案报告内面拢无讲到火调进度要安怎对民众交代。在这个专案报告里面，连一句话有关火调报告的办理进度的字眼都看不到，有非常多的报告呢，在这边是不提供的。台中市议会必须成立一个调查小组来去提点，甚至应该要求市府改进他们对于公安意外的态度。也若台中重大公安意外一直发生，为着卖互市政府闪过监督，有机关要求成立市议会公安意外事件调查小组，才一直咧市议会受支持来通过。消防局表示讲，目前相关的证物等咧消防署也有刑事监视中心监检，新事情的部分按算伫3月底公开。这5项证物如果建立回来，我们会把这个资料收集好以后，会连同检察官的指示一起来做一个呈报，把这个火灾检验报告书做一个说明。这样。台中地检署强调，起爆现场规模真大而且复杂，目前已经讯问33个证人，也无人转做被告，会赶紧来厘清责任。专案会向过去DC顶侪方向来做侦办。公司新闻综合报道。来看到高雄，目前中央是开800亿扩建高雄国际机场，不过高雄机场咧受消极，而且未来货运需求会愈来愈多，相关的硬体设备恐惊是无法度应付。高雄市长陈其迈就表示，这中央咧就要量早伫咧高雄规划一个24点钟的机场，伊是认为讲这南升基地上好选择。货柜车一台接一台，准备要甲物件载去南车货柜码头装船送出海。南车计划区屯海造地，若做码头，未来就有可能会起机场。高雄市长陈其迈表示，中央要推动大南方大发展计划，交通建设一定要对起来。尤其高雄长期欠缺一个24点钟拢会当起工的机场。未来货运的需求会愈来愈多，伊建议中央要量早规划，南车基地是一个真适合的地点。原来天海造路的这个西侧，那也配合我们捷运的红线，跟国道7号的非常便捷的这个直接联系到台湾的各主要的这个城市，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要伫南青计划区起机场，对2000年开始就线有人提出来讨论。即摆陈其迈市长又搁提起，当地居民讲对整体利益来看，因乐观看待，不过嘛有一寡烦恼。即外海遐南青计外海遐有一条海沟呢，足深的海沟呢。第二点就是讲有一个岐山断层的，全面列入评估嘛。你去机场敢有适合？介好啊！但是这要起工车时，伊要睇来走路出来，这风车问题介重要无？航线不共款啊，迄个风车不共款啊。目前中央要开880亿扩建高雄国际机场，预定第一期2032年完工。不过有宵禁这点，就互南部地区的科技产业发展受到真大的限制。陈其迈也强调，南车基地只是一个建议，地点当然阁需要详细评估。若是眼光看较远咧，即摆就要赶紧动起来。记者柯家族、柯超勇、高雄采访报道。来看彰化市这公园路这排古厝，就是南国宿舍群，是彰化县保留上界完整、面积上界大的日本官舍建筑。不过因为这年久过侵，损害真严重，县政府拨2亿600万的经费要进行整修，按算伫咧2026年的年底会当完工。今集巷仔内规排老厝是1922年甲1935年起的日本官舍南国宿舍群，嘛是彰化县保留上完整、面积上大的日本官舍建筑。彰化县政府伫2018年甲南国宿舍5号、5之1号指定做县定古迹。2019年甲附近的宿舍群登录做自楼建筑群。目前官舍因为年久过侵，损害严重，县府拨2亿600万的经费要来进行整修。咱这个整修范围总共有7栋那包含这个高等宿舍的是咱的限定古迹5号、5之1那还有这个我们判任官这个甲种宿舍就是4号，那其他5栋都是判任官的这个丙等宿舍
总建筑面积1127平方公尺的南国宿舍群，有高等官第3种官舍、判任官甲种加兵种官舍，计共7栋宿舍。透过宿舍的官位大小，会当看出日本时代的电影编制，甚至砖仔壁顶，阁有列出世界大战轰炸台湾留落来痕迹。电影人士一直真关心官舍的保存，嘛有国校老师带学生来遮进行历史调查。迄边啊，阁有迄个美军轰炸咱台湾的时阵，炸弹的那个榴弹打到的那个枪口，这宿舍无人住的所在，拢愈来愈歹。啊，阮南国国小一直来遮来做调研，来做实习。咱的中华县城，其实伫咧清朝时阵就发展起来，啊，所以日本时代就有这个高等的官舍，意思就是吼，政府对这个地方其实是真重视的。官府表示，南国宿舍群的整修工程预计2026年底会完工，未来按算规划做青创基地，结合青年创业、文化观光、活化历史空间的使用。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全观众朋友来关心到这国际新闻，美国昨是正式宣布，所有进口的这钢铁和阿鲁米关税拢要扣到25%，后面也宣布讲会进行反制，也针对到这美国出口计共280亿美金的产品扣关税。川表示讲，那最后面伫咧4月初开始，甲美国的产品扣关税，因也扣搁较济。另外，加拿大也讲会针对到美国扣这款报复性的关税。If you put more tariffs on the EU, will you respond to their retaliation? Of course I'm going to respond. You will retaliate. The problem is our country didn't respond. Look, the EU was set up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United States. I'm not happy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I want to tell you. And we're going to win that. We're going to win that financial battle. 美国12正式将所有进口钢、阿鲁米关税提悬到25%。欧平当日宣布4月初开始对280亿美金的美国出口产品加扣关税。Our countermeasures will be introduced in 2 steps, starting with April 1st and fully in place as of April 13th. In the meantime, we will always remain open to negotiations. 川普德国表示会继续增加。So whatever they charge us, we're charging them. 美国上大钢、阿鲁米供应国加拿大是宣布对电脑、运动器材相关金属加其他产品总值200亿美金加扣25%报复性关税。加拿大用行业降价利润，为可能出现的经济状况做好准备。We will not stand idly by while our iconic steel and aluminum industries are being unfairly targeted. 欧盟加拿大回应，互意向中的川普更加强势，在威胁会进一步加扣关税情形之下，全球贸易战已经升级。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罗西亚的总统普廷呢，3月12日申请军装头一届出现伫咧库苏迪地区。普廷也讲，这个所在伊未来会解放。因那美国总统 Trump 是表示，美国官员当日去到罗西亚讨论到这陆俄停战30天协议。不过专家是分析讲，也无法度保证战争会当结束的情形之下，罗西亚才有可能会提出到更较济要求。穿贵属的迷彩军装，伫陆军参谋总长格拉西莫夫的陪同之下，罗西亚总统普廷拜访位伫库斯克地区的军事总部。这是去年8月乌克兰对这个所在发动攻击以来，普廷头一摆访问这个甲乌克兰连接的罗西亚领土。格拉西莫夫讲，已经为乌军手中夺回86%方占领的区域，也伫最近的推进中掠到430名乌克兰的士兵。普廷表示，应该将掠到的乌军士兵看作是恐怖分子。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должны относиться как к террористам в соответствии с законам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чень рассчитываю на то, что все стоящие перед нашими 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ми боевые задачи будут безусловно исполнены. И территория Кур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будет полностью освобождена.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目前现阶段为乌克兰领土全面撤退讲法，强调在上困难的情况，首要任务是拯救乌克兰士兵的性命。经过3年多的战争，美俄官员拜日提出30日停火协议。
不过普廷并无提起和平计划。美国总统川普12日伫北京利用接见爱尔兰总理马丁的机会表示，美国官员当前往罗西亚讨论停战协议甲和平谈判方式。And we just were able to get Ukraine to agree, so we're going to know very soon. I've gotten some positive messages, but a positive message means nothing. This is a very serious situation. This is a situation that could lead to World War III, and Biden should have never let it happen. 川普也佮讲到，美国可能对罗西亚经济施压，就算是伊无想要安尼做，也毋过为着实现和平，才会当安尼做。公司新闻，陈慧玲编译。来看这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3月11发生武装分子攻击铁路，搁再劫走一台火车的事件。路边安全部队有成功把33名的武装分子打死。不过，伫这摆事件当中呢，也是有21名的人质，也有4名部队人员死亡。बहुत मुश्किल सर्वाइव किया है। हमें खाने के लिए कुछ नहीं था, पानी भी मांग के पीना पड़ता था। 被救乘客上去被劫持的时阵，有冤者惊吓。巴基斯坦俾路支省当地时间12早起，一个加法特快列车为奎达出发，要开向西北部都市博夏湾时阵，和当地分离主义武装团体俾路支解放军 BLA 攻击。जो थे आर्मी वाले, वो उनका आईडी कार्ड देख के ना जो आर्मी वाले थे उनको साइड पे लेके जाके उनको गोलियां मारी हमने, मार के फिर बैठे रहे। फिर पंजाबी जो थे उनको अलग कर दिया, बलोचों को अलग कर दिया, सराकी को जो थे वो उनको भी अलग कर दिया, सबको अलग करके फिर बिठा दिया। BLA 摄取影片看到因炸掉铁轨路，甲火车顶员安全人员交战，了后就劫持火车，搁伫下晡将列车强行停伫中途地表湖旁坑，将车顶超过450个乘客当作人质，搁威胁若政府无伫48点钟内释放遭到拘禁的俾路支政治犯甲活动人士，来感化火车顶员人质，就要炸掉火车，搁处决村的人质。巴基斯坦军方出动数百士兵，佮部署空军甲特种部队打击武装分子，最后成功打死33个武装分子。अल्लाह ताला का शुक्र अदा करते हैं कि ऑपरेशन जो बलूचिस्तान में चल रहा था वो अपने मंतकी अंजाम को पहुंचा और इसमें 33 जो दहशतगर्द हैं, ये जो 21 लोग शहीद हुए ये ऑपरेशन से पहले हुए और फिर 4 FC के जवान शहीद हुए ऑपरेशन से पहले। BLA 是俾路支省甲政府军交战的几个少数民族武装组织当中规模上大一个。这几个月武装分子加强活动，用新策略造成大量伤亡。各种目标标准巴基斯坦军队、巴基斯坦内政部就说要拍败 BLA 破坏国家稳定的阴谋。公司新闻陈慧珍编译。伫咧巴尼干半岛顶头的阿尼巴尼亚12下令所有网络服务供应商，伫咧13进前呢，就要封锁中国抖音的海外版本，也就是 TikTok， 加出这欧洲头一个封锁 TikTok 的国家。反对党是强调讲，这竞选活动拢是靠 TikTok 伫咧发布的5月特别选举啊，认为讲安尼是禁止是有政治目的的。不过这实际上呢，是因为有一个14岁少年家啊，互动学太死，2个人捌伫咧 TikTok 顶头冤家。伫阿尔巴尼亚，中国电影影平台抖音海外版 TikTok 至少12个月免过用了。这个应用程式伫这个巴尔干国家差不多150万的用户。禁令原因是去年底一个青少年互动后刺杀身亡，2人捌伫 TikTok 冤家。政府指控 TikTok 煽动暴力甲欺凌，尤其伫囡仔阶段年龄层的情形更较严重。政府甲差不多6.5万个家长开1300摆会议。学校校长表示，大部分家长拢支持这项禁令。Në momentin që ata janë bërë media për mbylljen e TikTok-ut, unë duhet të them që në masë mbi 90% e prindërve kanë qenë shumë dakord për këtë masë që është marrë. TikTok has always been a medium for us to really just express ourselves, but inherently there comes a time when even the most beautiful things must come to an end. 阿尔巴尼亚是第一个完全封锁 TikTok 的欧洲国家，不过可能刷去到其他国家对咧做。根据当地媒体报道，主管机关已经下令所有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这应用程式的敦促，佮提出书面报告。Problemeve që kanë ata lidhur me mungesën e interesit për të mësuar, mungesën e motivimit për masa qeverisëse, shumë të gjëra, shumë të thella dhe masa e tillë e mbylljes së TikTok-ut
都个钱呀。不过，反对党即期颁布禁令的时期点无法度接受有关 TikTok， 因为5月就要国会选举，因拢使用 TikTok 举行竞选活动。最近也可是伫选举无效的混乱当中，有专家认为是 TikTok 帮助继续候选人伫去年投票当中胜利。不过最后反而宣布当选无效。反对党已经号召民众15日全国发动示威，反对 TikTok 禁令。公视新闻黄文玲报道。行政院提出这宗预算案，在违反2个复议案。昨立法议会伫南北人数优势之下，这2案拢去互否决。民进党今仔日也宣布，15要启动宣讲成做8场，要甲人民说明这种预算去互抬调影响。那民众党也讲要宣讲23对新北出发，强调要打击绿营的假消息和浪费。行政院提出的总预算案再违反2个复议案，不过南北联手伫立法院会否决。民进党13宣布为15开始展开人民是头家政策宣讲会，头一届是8场，要向人民说明总预算案互人煽动的影响。秘书长林佑昌阁透露，行政院长杜英台逐场拢会到位，总统赖清德是以党主席的身份向各县市党部下动员令，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而总预算就是国家进步所需要的燃料，把预算砍掉，国家怎么加大投资，怎么促进社会经济更大规模的一个进步还有发展？下一步要如何继续做我们应该有的宪政秩序的救济，我们都会一步一步的走。林佑昌讲，立法院表决会使输，不过守护台湾民主体制的战役袂使输。面对民进党下乡宣讲，民众党23嘛启动人民爱当家做主的宣讲，拨乱改正，第一站要为新北出发，再个扩大到全国，欢迎各方意见领袖来响应。我们在下个礼拜天下午会从新北的板桥出发，强力打击民进党政府所散布的假讯息，更重要的是全力究责民进党政府的贪腐浪费。在第2阶段开跑的时候，行政部门要跳在第一线，难道就是要告诉人民，当不是民进党过半的时候，民进党就会出来再做这样子的一个动作吗？但是国民党是不是原来安排宣讲反制民进党？安明凯表示，党部会有相关的安排，伊家己是伫选区一直伫宣讲，互民众看清楚即卖政府扮演的角色。总预算案在违法的复议案，互人否决了后，是不是提实现？行政院无甲话讲好确定，不过朝野已经开动宣讲的攻防。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伫咧进前，这中央预算互立法院抬调，台湾各地头的民间组织呢，就发起国会大罢免的行动。纪录片导演杨立洲也呼吁影视工作者爱同齐站出来，引用台湾 X 做计划概念要拍底片。计划的发言人表示讲，这是影视界头一届是遐尔有共识，同齐投入这公益行动，而且这行动的头一支影片也在今仔日对外播送。怎么可以这样这么没有水准呢？这个国家就是这样被搞乱的，该做的不做，莫名其妙哎！大家那么努力在工作，用黑白影相中现行出门看到本色，有一个囡仔经过讲，拄到问题就是爱处理。这支影片以倒本色为主题，用民众的日常来比喻现在台湾民主拄到问题。拍这支片的导演罗建中也伫面前强调，历史甲咱讲，你若无处理问题，问题就会处理你。所以这次我们希望能够让台湾这些最有影像创意、最有才华的创作者跟团队，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刚刚讲可能横跨了广告、纪录片、剧情片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手法，来探讨我们的民主、我们的代议制度，我们究竟应该用怎么样的态度跟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这支影片是台湾 Action 计划的头一支影片，伫3月13发布。台湾 Action 计划是纪录片导演杨立洲发起的，因为中央的总预算互立法院裁减，引起影视界、文学界真大的不满。计划发言人王舒表示，因看到台湾文学界也站出来发声，这些影视工作者拢受到鼓励，希望用家己的专业共同为民主自由尽一份心意。其实台湾的文学界首先跳出来，进行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串联。我觉得台湾文学界其实他们的行动鼓舞了很多影像工作者，我相信很多其他的艺文创作者都被台湾文学界所鼓励。这个时候，我就像大家讲，如果这时候不站出来，以后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站出来。
发言人表示，目前已经有900位警示工作者投入这个影片计划，大家拢无提钱、无计较付出。这个计划预估制作6部到8部底片，目前已经完成3部。台湾 Action 计划希望透过影片扩大影响力，提醒大众要来面对目前的民主危机。记者中嘉的曾俊佑台北报道。花莲有一间国中传出着霸凌事件，有几多位查某学生因为不满另外一个查某同学，敢若是伫咧外口乱放风声，就甲这个查某学生带去便所拍，而且这霸凌的过程拢放翕落来，甚至是传到因班的群组内面。目前学校已经介入调查。这件国中生霸凌同学的事件是发生伫7月下头，花莲市某国中2名女学生因为怀疑另外一位女同学伫校外乱讲话，就将被害人带到查某便所教训过程中，除了拍伊头甲巴肚，还佫用针物件推伊头，互伊惊甲唔敢讲话。下课的时候，就是孩子约另外一个孩子到厕所去讨论这个事情了。那讨论到后来就是动手起来了，就是被行为的家长讲到他的轻微的挫伤跟淤青这样。因为霸凌过程也放翕落来，搁上传班级群组，学校第一时间发现，随介入甲调查。除了依照规定通报教育处，也侪双方家长同齐进行会谈，主要加害学生由家长带回管教5日，被害同学也伫厝休养，双方拢爱锁定学习。那这件事情学校已经受理，然后现在正在调查，所以我们会视最后的调查结果做一个相对应的处分。然后，学生的部分也会做一个妥善的辅导。根据学校调查，目前主要加害行为人有2位，其他也有3-4个学生伫边仔看。学校虽然已经依照终点会期，也毋过被害家长真生气，要求学校爱害互囝儿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去年全国有366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交通部长陈世凯就表示，伫过路线顶头互车辆是国体，会修法加重处罚，害过路人死亡或者是重伤，上济罚3万6，而且吊销驾照了后4-5年内袂当搁再考。过路人替线行伫斑马线行到一半，后地就要转弯，开始就用走的，马上互冲出来机车弄倒。过路人事故一直发生，交通部咧修法、搁重罚，无让过路人造成轻伤，由即卖7200块提悬到1,800，重伤或者死亡，全部用罚款上限3万6，3个月内修正在法基准了后，就应发布实施。另外，造成过路人轻伤吊扣驾照，由即卖1年改做上悬2年，互人重伤或者死亡，目前吊销驾照3年免搁考，研究提悬到4-5年。在行川线跟斑马线上面被车撞到，我认为这个是我们的国耻。我们这一次修法的重点很精准哈，就是我们是针对你已经撞伤人，或者是你已经撞死人的这个法则。好，我觉得当然啦哈，驾驶人会觉得希望要开快一点。但是在行川线上真的不应该撞到人。根据交通部统计，去年有366个过路人因为交通事故死亡。虽然比前1年降低，不过过路人被弄的事件依然常常听到，要加速摆脱行程地价，决定搁重罚。有个吓阻的作用，让不小心的人呢，因为不小心付出代价。那我觉得是蛮乐观其成，可以有一点对那个骑士或者是开车主这样有一点警示的效果。不过受反引起职业驾驶强烈反弹，因为事故的原因真济，也可能是过路人无遵守规则。话声应该公布提悬过路人违规在法的金额，才符合比例原则。那交通部无采纳建言，职业驾驶也无排除要上街路进行表达诉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讲到台北英雄上款，这国内外游客拢真爱去遐踅。台北市长蒋万安伊就表示，拍算要试办甲这英雄上款规划做，干那会当步练的上款，禁止轿车、奥多拜出入。虽然在地上款发展协会保持正面的态度，不过当地里长也讲，安尼生会造成居民出入无方便，反对这个规划。就算落雨，台北市大安区的英雄上款，也是有不少来自国内外的游客咧踅街。
为了友善设计行路的空间，台北市长蒋万安算甲永康商圈规划做专门予过路人行的商圈，禁止车辆。但是当地里长讲，这会造成当地居民出入不方便，大部分里民拢反对。我们这边是所谓的叫做住商共荣，所以我们在1楼的店家之外。在1楼以上、2楼以上的，通通都是有居民在这里面，所以在这样的形态下，你如果把它封街的话，变成徒步区的话，我们的里民出入都会非常的不方便。上医院啊，干嘛之类的，我家100岁的很多，都是住在3楼的，你说这些人怎么办？里长指出，永康商圈的人行道已经规划甲真好势，要行要拖行李拢真方便，所以反对市府的政策，认为禁止车辆颠倒会造成居民困扰。但是在地商圈发展协会对永康商圈只开放予过路人行，保持正面的态度，也建议分阶段执行。商圈的店家来讲的话，当然是欢迎啦，这个可能会一开始就是用周末假日，因为不管怎么样，还是要考虑到这边的居民。因为居民的话，你如果说平常也不能进来的话，可能就会造成居民的一个困扰。需考量在地居民及店家补货等车辆进出的问题，将持续征询商圈理事长及在地里长各方面意见。会同交通局、都发局、大安区公所等单位妥善评估规划。商业处表示，永康商圈去年耶诞节期间，有部分地区暂时封街办活动，禁止车辆出入，在地反应袂歹。针对长期封街的规划，会继续收集意见。在地里长认为，并无反对暂时性封街办活动，但是长期固定性封街会对在地里民造成负面影响，并无赞成。记者王兴忠台北报道。中华师范大学的老师和学生去年有争取过路人的路权，中华市公所决定要伫咧正德路和实践路做这飘线型人行道，进前调开这座站来说明。不过实践路的店家说拢无人来，是因为因烦恼讲，若准做落去就袂当停车，会影响到因的生理。那公所是讲会搁再开说明会来沟通。学生是认为讲这人行道和停车的需求是会当兼顾的。学生伫大雨内面摇雨伞买便当，所干那会当含车来抢路。中华师范大学的校门头前，封掉做是便当街的正德路和实践路。中华市公所规划设置标线型人行道，但是进前调开座谈，当地居民和学生拢赞成实践路沿线的店家煞无人参加。实际去当地问，正反意见拢有。我是赞成啊，如果对大家的交通便利性还有安全性的话，我是赞成画人行道。绿色人行道路已经不是很大了，你那个用下去，机车放哪里？你为了行人，而且现在老实说，师大学生越来越少了，我们这些店家的生意已经比以前差很多了，再搞下去真的会很惨。有9成的师生的中师大因为校区附近的车路无画人行道，去年5月，捌有教授办标线改造工作坊，甲市公所申请正德路部分路段的底站路权，要来定设计车路空间的配置，提供过路人行的空间。伊当阵店家和民众拢支持，中华市公所就伫咧大埔路了后，决定伫咧正德路和实践路画标线型人行道。正德路的店家支持，但是实践路的店家却大多数拢反对。学生认为人行道和停车的需求会当兼顾，公所应该加强沟通。公所我们可以在跟居民的沟通之下，我们可能有一个更开诚布公的机会来去做讨论。为什么做这个是重要的？目前就是有到场的大部分是比较支持的，可是店家部分比较没有出来。看5月如果比较顺利的话，我们5月可以来看看。中华市公所强调讲，目前是规划校门头前的正德路50公尺和实践路240公尺来做标线型人行道。有地方强势的正德路段已经上网来招标，实践路段的部分会替店家过来举办说明会，持续沟通，希望达成共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新竹关西溪流长期受到污染，其中这红山溪上严重，是因为水头有这电镀工厂长期以来拢伫咧排放废水。环境部对102年开始呢，和在地环保团体合作，伫咧新竹拢总查到49件的污染案件，罚金加起来有1600多万，其中上界严重的就是利环公司，拢总共罚450万，而且规定讲着爱投入上亿的资金换这废水处理的设备。
身体关节出现一沿干巴色的泡，揢做另外一边搁铺一沿白色的油，河川的污染造成一大堆鱼仔死伫水底。这是2023年凤山溪旧南河的画面。如今河川已经改善足侪啊，新地的环保团体表示，当时河川会遮尔垃圾，是因为源头的电池制作公司已经排20吨的废水。他们就是工厂不要的费容易什么，他们收回去，说要加工处理啊。有些就是方便行事，就是下大雨的时候，晚上就直接拖排到那个凤山溪啊。环境部表示，这间新地的电池制作公司或者立环公司，这2年来已经予人罚450万的罚金。另外，环境部嘛规定，伊爱投入9亿的资金，改善废水处理设备。其中有一家呢，它因为这个排放的这样的一个废水造成环境的污染，已经被起诉了，然后也判刑确定。但是后来他也花了上亿的经费，还去做污染的一个改善。那目前也都没有再发生这个被陈情或者是污染的事件，所以它是一个成功的案例。会当抓到这么重大污染案件，是环境部对102年开始和在地环团斗阵合作的成果。环境部设一个赖的通报群组，嘛甲环团检测水质的技术，透过政府民间的力量，抓到重大污染案件。环境部表示，另外还有2间公司，纵王公司和乃斯八大公司，也因为重大污染，透过政府和民间合作的模式，互人抓到，但是因为无完成改善，目前已经要求停工停业。记者陈阿选、柯敏哲台北报道。为了要纪念唐德宗律师对台南的付出，这唐德宗纪念协会今举办追思会，现场除了有这在地乡亲参加以外，也有日本的贵宾的专工来到台湾致敬。另外，唐德宗的故居特别征收好势，协会是希望透过这个空间来延续伊坚持正义加人权的精神，让民众更加认捌到这位历史人物。透早在民众提回来到唐德宗纪念公园，感念唐德宗历史当年为台南牺牲性命。3月13，唐德宗纪念协会举办追思会。唐德宗的老爸出世伫咧日本新本县溪头市，高雄市长带团亲身参与。某日本民众为了感念唐德宗，特別對日本飛來者致敬。この方のセレモニーを見てみたいから、この方とても立派な人です。私のふるさとの熊本出身です。過去也奮鬥，以這種精神是即擺少年人通學習的，人唔淨正義爾，你若無勇氣，你嘛無法當犧牲家己。唐德宗伊就是這種人。這間90外棟的古厝是唐德宗的故居，本正塗骹攏是建築不廢材，佮加上老舊的漏水。協會2年前開始摒洗募款，經過1檔外徵收，即陣佇228事件78週年紀念館重新對外公開。協會講徵收過程拆落來的木材攏逐條編號，目的就是要甲這恢復伊原本的面貌，甲唐德宗生活過所在保存做歷史遺產。恢復唐德宗先生佇迄個時陣生活的時陣這個樣態就對來修復，整個會恢復這個唐德宗先生佇遐開着事務所，啊，佮因住佇遐起居的這個情形。經過那麼多年了，然後裡面有一些都是破損了，那他等於是說透過我們理事長，因為我們有協會嘛，還有一些理事的努力。所以就是能夠修復。目前若要參觀紀念館，就要主文登記。主辦單位講，這是一個反思歷史的所在，嘛希望後民眾了解唐德宗堅持正義甲人權的精神。伊嘛講未來邀請相關團體做伙辦講座、展覽等活動，做伙傳承正義甲勇氣的價值。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1907年，在咧新竹北部出世的鄭南光，17歲就去到日本讀大學，也培養出着這攝影的興趣。伊多元的題材在台灣攝影界是真出名。新竹縣特別舉辦鄭南光影像展覽，希望透過42件作品，帶大家登到20世紀的台灣社會。登過老相片記錄台灣古早婚禮過程，也看到過去新竹北部好野人兜競賽儀式，佮熱鬧場景。這攏是出身新竹北部的台灣攝影先輩鄭南光的作品，透過相機以有路影像語言記錄早期台灣民間生活。在鄭南光影像紀念館展出老師42張作品，光1萬多張的這照片裡面去區分出我們的春夏秋冬四季來做一個時光的一個記憶。那主要的項目就是針對這個客莊比較
特殊的这种所谓的扫墓寡祭，那以及我们早期传统这种结婚的一种仪式来做一个呈现。新德馆文化局指出，陈南光影像纪念馆是1926年起的，原底是陈氏家族的故居，目前是新德馆重要的历史建筑。也因为有陈南光老师的相片，才当帮迄时阵的北部录落来真侪珍贵的影像记录。邓南光影像馆其实是我们新竹县的地方文化馆，也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文字点哦。那今天办这个时光记忆有关邓南光老师的一个事迹的一个风景。那观众朋友来到现场，不只是可以看到北埔整个这个乡镇的一个发展，可以看到过去的祭典，同时也可以看到他旅居日本的时候相关的影像。透过邓南光的镜头，让大家重新感受北部当地的四季变化。还佫有丰富的人情味甲历史，而作品唔那是影像，更加是时代记忆的文化资产。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各位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吉隆台北汤圆新竹对17度到25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7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0度到30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1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12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先变身落翻天，来看高浩顺甲尤丽2尊神代